天去旅行最期待就係睇雪。大家知唔知中國咩地方最多雪？根據中國天氣網報道，中國錄得降雪最多嘅氣象站係青藏高原上嘅四川松潘站，平均每年落雪162.9日，最多嘅一年仲落咗182日嘅雪，等於全年有一半嘅時間都喺度落雪。其次係吉林省近中國同朝鮮邊境嘅長白山天池氣象站，平均每年落雪144.5日，最多嘅一年更加達到176日。接住落嚟係青海玉樹嘅清水河同西藏嘅嘉黎，平均都喺100日以上。如果由點擴大到面，中國大致有三大嘅降雪區，分別係東北嘅大小興安嶺同長白山區、新疆天山北坡同阿勒泰山區，以及青藏高原東部濕潤地區，每年平均都降雪30到60日。中國天氣網嘅報道話，中國東部北緯30度左右以南，每年嘅雪日一般都喺10日以下。台灣嘅台北、福建福州、廣東韶關、廣西桂林、雲南昆明一線都仲睇到雪，但係再往南行，福建廈門、廣東梅州、廣西梧州同百色、雲南廣南、遠江、寶山一線，基本上就係無雪區。不過喺特強寒潮嘅年份，呢一啲無雪區仲係有可能落雪，例如廣西首府南寧同廣東省省會廣州都曾經有降雪紀錄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廣州降雪並唔係好耐之前嘅事，就喺2016年1月24日，而且仲發生喺市區，當時令到民眾都好驚喜。其實香港都曾經有降雪紀錄，根據資料喺1893年嘅1月就有香港嘅降雪報告。據講當時太平山、大帽山等嘅山頂都變成白色一片。二戰之後，香港天文台亦收過4次嘅降雪報告，其中3次都喺香港最高峰大帽山近山頂嘅位置，不過全部都發生喺60、70年代。未知之後大家有冇機會喺香港睇到雪呢？